要来串联今早起要行的信息，请献到信息第179首。这首信息咱真实吼，因光归伫圣父上帝。咱做伙来行第1节。第1节，做伙来。因光归伫圣父上帝，因光归圣家上帝，因光归伫圣上帝，因光归三位一体，因光上帝，因光主高望万世。第2节，咱做来读一预备来。因光归伫疼咱的主，洗咱罪过无瑕疵。因光归伫受咱的主，甲主做王万年久。哈，下个字要作文的作就是做，好，好，甲主做王万年久。因光上帝，因光主替咱献祭。好，咱过来献到信息第154首。信息第154首。做伙来行第1节。求主挂清君里，心主心悲调，挂大见心听候，安邦里主下。第2节。求主挂心叫苦，大求你有情，你的归是我命，的真饼是你。天你真的饼是主吼，所以不是天真，是天真饼是你，好。好，天你真的饼是上帝，好，所以不是天真。好，这是请咱阁献到信息第444首。今日早起是有，他拄仔泡泡有写吼，学制就任吼，就是学生团体的会长、学几学校营长，甲注意到校长的就任式，所以咱会做伙行这首祝你调名核定清楚。咱先经第1节。祝你调名核定清楚，灯光主心贴地，叫你的归来我来时，并别离罪满无主宰，多情眷顾我心。咱需要来读一个第4节的歌词，这真厉害吼！咱来读看嘛，预备来。主你交代阮所着做，无论单独做伙，日行工程跑夫以上，吼，足厉害，就是几个字。好，来等哦，就是无日行工程跑夫以上，安尼，好，咱嘿喏，后包跑跑夫以上，足趣味吼。好，这句过来读一下预备来。日行工程跑夫以上，
罐罐无停，业马勇猛，十架最高无还，救赎公道完全。好，咱做来念第4节。主你交代关锁着罪，无论咱多罪过，你心刚正抛负英雄，关关无停脚步，拥抱世界最高无还，救赎公道完全。下来安静心，准备财务再去写礼拜。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甲咱三同来吟圣诗，圣诗第179首，圣诗第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诗。
咱依愿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是上帝，专地创造天地之在。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别刀任来受苦，定是过死，来从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第日全能的被上帝大名，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正国公道教会，正道的上帝，对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当时是诗篇的23篇。我来启，请咱会友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向阮世间人阿爸爸，阮感谢你保守阮伫过去的日子，拢得到平安，献上感谢。今仔日是受分别的日子，你所受分别的正经日，自集伫遮来敬拜阿罗你，求你压胸腔听阮的阿罗甲恳求的声。主啊，阮感谢你伫早前引带差派宣教师来这所在宣扬主你的福音，搁伫遮设立建立教会来播扬主的福音，以及先人继续来经营，将这好消息伫这个所在来传遍，将近140年。阮教会也有伫遮举行一系列的庆祝纪念的活动，求主保守。求主保守阮的兄弟中有拄着患难困苦的，求主帮助伊。伫求学的青少年有好的学习。今日要举行学年节团契首长甲主要首长的上任，求主保守因有教育的信心来，阁有对你来的温顺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互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会使顺利。这是阮恳求主，使吴牧师有对你来的能力，互所分享的信息拍动阮众人的心，讲甲听的。当得到益处，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圣经，这是请咱来同心来看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9章30节甲10章的第4节，9章30节甲10章的第4节。我来读，安尼咱要讲什么？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你
咱正道题目是大道的种，大道的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我相信前2天大概大家拢小可知影，台湾世界拢有闹热甲拜拜。咱知影是安怎？对，无毋对吼。昨昏是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元节，然后应该上闹热的迄天放炮，迄天应该是拜5的暗时。吼，因为真歹势，教会边仔就是母庙甲大庙，所以大庙做闹热，阮拢小可知影，真闹热。咱知影是安怎爱拜拜？对对啊，所以是因为啥物货？因为惊。咱惊，想讲有歹物啊，莫来阮兜，莫来伫我的性命。所以我来做啥物货？爱做一寡啥物代志，互遮个代志都无去。啊，放炮的互遮个来无去，所以有可能迄个原因是因为惊。总是事实上，对做一个基督徒的咱来讲，咱若相信上帝，咱就知影其实无啥物会通惊。更要紧的是，咱相信上帝会甲咱做伙伫地，迄款的快乐。因为伊早就疼咱，所以愿上帝的平安真正伫咱的生命中。请咱咱的附近的兄弟姊妹讲，愿上帝平安，甲你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知影，阮生命中有真侪惊吓。阮真惊，阮的生命会变化；阮也真惊，这个世界的变化。总是主，阮也相信，伫这个世界变化的内底，你拢要甲阮做伙伫地，因为安尼有你，阮就袂惊。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知你是疼阮的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早伫1918年，就是距离咱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几年前，卡巴特伊咧注解罗马书的时阵，伊咧写一本册《罗马书》的注解，伊就真敏感来体验到一项代志。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有可能对伊的时代来讲，叫做教会危机。所以伊将这段经文有一个title，伊这段伊就来写做教会危机。伊是安尼写，伊讲教会无论怎样看家己偌厉害。身躯边拢是有一寡外邦人、青云人，总是有一寡懵懵渺渺、无追求义的人。总是因无追求义，上帝义，无的确因已经把握掉这个义。因对宗教完全无兴趣。因为上帝早就对因有兴趣，因对咱喙内底上帝的话无要听，因为因早就家己听到宣告上帝的话。卡巴特直接指明当时欧洲的教会家己称作义迄款的骄傲。伊讲上帝话甲伊的听，早就毋是教会的专利。
当人无需要来到教会听上帝话，这敢毋是教会危机吗？那安尼教会有啥物款存在价值的？伊咧问这个代志。这就亲像当彼得互人掠到犹太人议会面头前受审判，伊伫大祭司的面头前，互圣神感动，伊所见证所讲的。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拄好甲咱今仔现在有类似的所在，咱做伙来读这段经在做伙来读来。伊就是圣经所讲，恁这个起厝师傅所起杀的者，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的人间，上帝无赐别的名，互咱通倚靠来得救。咱也知影当时犹太人的议会甲犹太人因真骄傲，因想讲，上帝的拯救只有伫阮中间尔呢。结果彼得去到这个犹太人议会大祭司头的头前，却安尼讲，伊讲恁毋信耶稣，将伊看做是互恁绊倒的石头，这就互恁离开上帝的拯救，因为除伊以外，别个所在无拯救。所以，真侪时阵，教会危机是家己所造成的。当教会组织渐渐大，甚至社会影响力真大，人真多，就真容易家己抓做家己真牛，我是对的，甚至想要代替上帝审判，指证这个世界甲别人，却毋知影家己去行毋对的路。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第9章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咱要讲啥物？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却对神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迄个无追求，这字其实是甲腓立比书第3章13节，迄个目标直走的迄字是同款的用词。所以保罗其实伫遮一开始就用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用终点做目标，专力来走的运动员。这个图像要对这个受批的罗马教会兄弟姊妹以及咱讲一项代志：外邦基督徒、外邦人。因原本性命所拍拼的方向甲目标，毋捌去追求摩西律法所要求的，因毋捌追求，总是因为相信，却互上帝称作义，却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司徒德牧师是安尼讲。伊讲用无追求上帝义来形容外邦人，是伤过看重因，因为大部分的外邦人毋若心内底无神，自我中心，家己偏行家己的路，搁爱家己、爱金钱、爱享受，却无爱上帝甲良善的代志，总是当因听到凭信心称义的福音，圣神伫因内面大大做工，因随时凭信心就抓条这个救恩。罗马书第9章3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反倒无得到。克兰菲德这位牧师，伊安尼认为，其实伫遮有一个字真特别，
神学家嘛有真侪讨论。保罗特别用一个义的律法来形容上帝使以色列人妥拉。这妥拉咱通常来翻做律法，犹太律法。其实妥拉原文的意思是教示，所以有当时啊，我会感觉咱若理解做上帝教示，可能更较好。因咧追求妥拉来成做因伫上帝面头前称义的目标，听有意思吼？妥拉因要追求要遵守这个，来互因会当到尾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判无罪的目标。总是因的悲剧是，因虽然遮尼拍拼，总是安怎拍拼拢走袂得。就亲像斯托德牧师所讲的，因只有将托拉看作是必须要遵守的律法。罗马书第9章3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哪会安尼？因为因毋是对神，是对靠行为，因去踢着迄块互人绊倒的石绊倒。希腊文其实是因为因无本伫信心，是本伫行为。这个所在形式，文学形式其实是甲罗马书第1章的17节是写同款的。所以克兰菲德是咧诠释，假使以色列人是根据信心来追求上帝的教示，因一定有法度领受着。总是因误会，因掠做会当根据行为来追着，来走到迄个目标，达到迄个目标。既然以色列人无准备相信，成做上帝托拉教示中上深意义的迄位基督，how有可能会当真正领受到上帝的教示、上帝的托拉呢？罗马书第9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咧，我将互人绊倒的石。互人绊倒的大石，放伫锡安，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保罗其实是用以赛亚书的2段经节，伊先因以赛亚书第8章14节迄个互人绊倒的石，来将这个互人绊倒的石就放入去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这已经是保罗的诠释啊。其实伫遮保罗咧诠释一项代志，就是一粒石头有2种特性。咱若踢着石头，是毋是有可能绊倒，对无？对嘛吼？伫路林，所以若有看到石头，有的人就来刷去边啊。总是石头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假使啦。会当伫即粒石头顶头起做磐石，伫磐石顶头起做，迄个起做起来会真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引用先知的话，其实是咧讲即项代志，讲信伊的人起做伫顶头的人会当徛在无致到见效或是失望。伫新约的福音书甲教会书信内底，其实拢有引用着这段先知的话，将基督比喻做石头。咱会当参考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拢有这个记载，相款的吼。以及咱拄仔所读的《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6节到第8节，所以近代神学家认为，初代教会的传统内底应该有一份
关系石头的见证节，所以才会拢对遮来讲，主耶稣基督是石头。所以这嘛影响到今仔日的教会咧讲，教会起造是起造伫磐石顶头。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讲，讲是安怎会有人会互十字架来绊倒咧？因为十字架要拍毁的是人的自我称义，假使来当我靠遵守律法来得到上帝面前义的身份，那安尼十字架就假的，就是假的。假使会当家己救家己，那安尼基督是安怎害得为咱死？上帝将这粒石头放伫每一个人的身躯边面前，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决定怎样来看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出力去踢石头，结果家己跋伫顶头，跋到要死。第二个就是信靠上帝，用伊做咱性命的石头，伫迄个顶头起造咱的人生。罗马书第10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的心热切毋忘，佮对上帝祈求的，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救。得到救，原文的意思就是进入救恩的意思。其实拢有共款，拢甲迄个追求有迄个共款的意思吼，进入救恩的意思。保罗为着家己的同胞会当进入救恩，热切不断向上帝来祈求。罗马书第10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会当为着因做证，因对上帝有热心，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斯多德牧师是安尼形容，讲伫保罗信主以前，对追求宗教的热情到一个固执的地步，甚至伊会去迫害基督徒，所以伊对伊的喙讲，以色列人的热心毋是照正确的了解是真正的，因为伊亲身就是安尼。虽然犹太人的热心是真正的，总是因的热心有一个真致命的缺陷，就是无照上帝真正的本性来认捌伊。伫上关键的体会顶头有欠缺，至高因就亲像先知捌预言安尼讲，这其实是上帝对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伊讲啥？讲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做伙来读来。你去甲这个子民讲，恁听搁听，毋过袂明白；恁看搁看，毋过袂了解。咱来知影以赛亚书第6章这是啥物款的故事？先知听见上帝咧呼召讲，啥物人会当为阮去？啊，先知就自告奋勇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是这个故事吼。头半段是安尼，先知以赛亚就答上帝讲：我伫遮呢，找我。结果上帝线落来就讲一句话，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跟咱来泼一桶冷水的。啊，你去讲，不要紧，因听罔听，总是无法度明白。啊，看罔看，无法度了解。实际上，这个世间确实是安尼，咱讲罔讲，总是有当时啊，人却无法度明白，是安怎会安尼呢？罗马书第10章的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要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义的关系，煞无顺探上帝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
加利文是安尼形容讲，这个人请看因是怎样，因为因真凊彩的心来行毋着路，因为因想要立家己的义，也因为因对上帝义的目的生出愚妄的自信。咱爱留心注意，上帝的义甲人的义是相相对立。上帝义甲人的义完全倒变，常时是互相对立，袂当做伙存在的。司徒德牧师是安尼讲，毋是只有犹太人忽略正确的道路，因逼迫来选择错误的路。所有知影上帝义人有做会真自然去追求，互因得到上帝接纳的义。总是这种方法，注定是行袂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顺服上帝，接受伊所赐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领受这份免费的礼物。罗马书第10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其实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互信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希腊文虽然较接近原文，是较接近和合本，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咱顶头这字叫做律法的总结总结是基督。不过，这段经节伫这几世纪以来的诠释就有真侪争议，甚至捌互人理解做完全倒变的意义。因为总结也是完成，其实这个 telos 这是希腊文 ，telos 这是希腊文，伫希腊文内底时常来解说做重点，听有意思吼？重点就是结局。所以历来就有观点认为，这会当理解做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叫做完成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总是因为主捌安尼讲，咱来知影主耶稣捌安尼讲哦，伊捌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安尼讲，所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吼，来做伙来读来。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所以，这学者就开始讨论啊，到底这字要翻译做终点？那基督是终点，那爱律法就是废除哦。听有意思吼？到底是废除，还是完成？还是实现，所以检采会当安尼讲，当律法行到上尾，伊完成呈现上帝公义的义阶段性的任务了后，刷落去就是基督呈现上帝主爱的义。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咱来知，我多有解说过吼。Torah 这字其实迄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其实是 Torah 的意思。律法所以是上帝的教示。对上帝教示，对这已经成文的律法，人才知影家己。什么会叫做有罪？总是律法会当上罪会当做的，只是安尼。上罪就是到安尼。总是伫律法以上的呢。所以罗马书第3章20节的 A 段
保罗才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你虽然遵守，总是你若无信，其实你行袂到迄个上尾要的目标。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对咱讲，人会当互上帝称义，到尾只有因为信。伫当时，就是这个达到这个重点也是目标，嘛用伫当时的运动比赛内底，迄个 Taylor 嘛指迄个比赛上尾的终点。所以保罗其实对头到尾，这段经文内底，对头到尾拢咧形容这个图像。就是一个信的人，就真像一个走的人，伫迄个跑道顶头咧走的人。问题是你若走唔到目标，你安怎走拢走袂到，安尼嘛无，你著白费工的啊！真热心无路用，只有遐信伊的人会进入去，或是达到去。就亲像厄古斯丁伫伊的册内底安尼讲，伊讲伫正路顶头摆骹来行，好过遐个伫毋对的路顶头全力来走的人。所以 C.S. 路易斯捌伫伊的广播节目内底，伊安尼讲，伊讲假使你若坐毋着弯。头前行袂当，互你搁较接近你的终点，你想要去的所在。假使你行毋着路，进展的意思就是回头。你有一条进展，就是回头行到正的路，哪早回头的人是上有进展的人。伫这条路顶头，你是上有进展的人。我认为 C.S. 路易斯伫遮所讲的，是悔改上简单，互人听有的讲法。什么会叫做悔改？悔改就是行唔对路，请你转弯 ，U-turn 的意思啊。其实悔改有这个真特别的意思，就是 U-turn， 行转去正路。卡巴特伫伊的册内底所讲的，亲像有言共款，来讲到一项代志，就是教会的危机甲骄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德国的基督教会就支持一个后来咱拢知影，伊是杀害几百万人的政权，造成真侪人的性命拄着伤害，造成国甲国中间、人甲人中间侪的踢口甲破碎。所以伫战后欧洲的教会甲基督徒就咧反省，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是安怎德国的基督教会会无条件完全支持上士哥对这个政权咧戆说，甚至透过安尼去伤害别人？所以当时真侪人做伙读到潘霍华牧师伫狱中的批内底，后来变做一本册。就是有人将伊狱中所写出来的批集做一本册，这本册叫做《狱中书简》。伊内底有一张批内底，伊就安尼问，伊问讲：咱阁有啥物款的路用无？伊这个批内底的咱，其实指的就是教会。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假使教会啦，安尼支持一个
恐怖的政权，安尼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潘霍华是咧问讲，当教会无去见证基督，用基督做教会的主，去倚靠世俗、权力、倚靠利益，那安尼教会阁有啥物款的路用无？所以近代的神学家就试要应答这个问题：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所以，咱会知影近代神学家拢咧问讲，今仔日的教会应该生做啥物款？换一句话来讲，行毋对路就应该回头。这就是今仔日的教会，特别是欧洲的教会，以及这个世界的潮流，普世教会悔改的路径。大乘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住家己是啥物货，所以教会是啥物货？圣经咧对咱讲，教会是先知。所以，若是教会是先知，就应该伫咱的时代内底勇敢来讲出上帝话。圣经嘛咧讲，教会是祭司，教会甲基督徒是祭司。所以，若安尼，教会甲基督徒就是带人甲上帝、甲人甲这个土地和好。上尾爱会记住。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即项代志，咱所见证的是上帝咧掌权，毋是人。上帝是迄个掌权者，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住是听伊的声的人甲群体，毋是听这个执政掌权的有钱大头家的声。总是咱拢知影，咱来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失去想象力的时代。真侪人无法度伫圣经内底看见上帝的应允，真侪人只想要追求看会到的神迹，来消除伊家己的紧张甲不安。教会嘛，因为安尼会失去焦点。咱的眼光就对上帝话甲圣餐散开，咱的眼光有时阵教会会指定义咱做偌侪事工，以及偌侪洗礼的人所带来的舞台。教会无伫意灵魂的省察，只伫意社交甲成就。这个时代的教会，真侪教会嘛将福音简单做课程、策略或是步调，却毋知影这个课程、策略甲步调，其实是只是要带人归信耶稣基督尔。所以，咱看起来真属灵新的名词，想要用来包装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看起来更较吸引人。门徒训练只伫意这个领袖，却无讲宣教，看无家己。教会今仔日的教会强调真幸福的报道。总是却伤重视成功，将失败拢隔离伫教会外口。总是只要人的性命无换新，只要人的信仰阁停留伫旧的教会观，就是旧的教会观，其实就是毋望要互咱这个教会底真侪人，咱的声较大。掠做这叫做起做上帝国，总是毋知影有当时啊，咱只是起做咱家己心目中的王国而已。有当时啊，这甚至造成压迫。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要咱所要爱的教会吗？头棒神学家文尼诺，伊讲了好，伊讲对教会上关键的问题，毋是教会是啥物，是教会为啥物来存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爱清楚知影，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存在，嘛因为耶稣基督，咱愿意成做奴仆来存在。因为耶稣基督，咱愿意成做奴仆，这个世间的奴仆来存在。换一句话来讲，耶稣基督若安尼对咱，检菜就毋是互咱绊倒的石，检菜就是咱通起坐伫顶头的石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假使咱若无法度成做一个高举性命、甲包容的教会，咱的存在就无任何的意义。愿上帝奇妙恩典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知影上帝，阮应该爱起坐伫你顶头。总是主赦免阮，阮也侪时阵想要起坐的，其实是家己的义，甲用家己眼光所看到的阳光。主求你赦免阮，帮助阮伫教会内底，互阮知影，阮是一个用你，因为你才存在的群体，帮助阮，互阮起坐伫你顶头，帮助阮知影，阮愿意因为你的关系。成做服侍这个世间的奴仆，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是来吟诗圣诗第154首，圣诗第154首。救主，我亲近你；救主，我亲近你。请起立来吟全首。救主，我亲近你，心主心被跳，我打天向天高，望你出现。救主，我心仰望，打救你有情。你的话是我命，天经表示你。救主，求你显出你眼光的意，感化我心跳你，坚固我的心。救主，我偏本是拢无想家己，我是罪你罪孽，全归伫你。困求主来解释你的圣旨，拢将主和意思
奉献即是请张春燕节师、殷立峰节师来施献。主耶稣，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为阮写你的性命伫咧十字架顶，通过你即个弃杀你的性命，通过十字架，通过阮的人心，信耶稣基督。主啊，即个信对阮何等的重要，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真做你永远会当仰望的毋是太少，是阮仰望的仰望。主啊，阮感谢你，你所为阮成全的，是阮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性命，一生的照盘。感谢你，阮也奉献阮回应阮淡薄的金钱来回应你对阮的疼甲敬选。主啊，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你来祝福阮所奉献的每一份金钱，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就任，伫咱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就是9月第1主日，甲1月份的第1个主日。9月份第1个主日是因为咱知影这个青年学生是用学期制，所以因的开学就是9月1号，所以咱会先将主日学校长、学生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以及学几学校的营长，就伫9月1号来就任。咱毋望会当透过一年度因刷落来，要伫咱的教会内底引带这个青年学生囡仔，因要紧的教士进前，因会当伫这个所在就任。所以等一下，咱咧吟诗的时阵，咱等下要吟圣诗第444首。等一下吟到第40的时阵，我要邀请
主日学校长，接下来要就任的主日学校长吴文仁，学青会长赖和仪，少年团契会长张晨曦，2022年学季校校长赖和仪来到台前，准备伫人甲上帝面前来接受这个神圣的托付甲职责。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徛起来吟圣诗第444首，咱做伙来吟。主力表面和点清澈，灯关注心天地，巧的安慰来我来心，偏偏你最万物主宰，大地起鼓我心，为的我的失败，谁属万为的表面，当大当高高天，谁就安天扰乱心面，听心无那改变，渐渐能将亚身为他，修补他的信念，我心健康先到手下，做爱后以永耀，你和心田关掉好心，在为康康口护主呀，在我莫个西藏呀康主很浓，主力高大远流。烈焰钢条保护一袖弯弯，最关魔花，救赎红的万川。会众请坐。这时要请伫台前的三位来誓约，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誓约，上帝必然听见。所以请听，注意听我伫遮所问的，要请恁用有就是诗来应答。所以等一下爱较大声的。所以后壁的人，因为咱应该拢有够淡定，所以会当互后壁的人会当听见。这是恁要领受团教会主日学校长、学青会长、少客会长以及学季校校校长，恁有相信这个是上帝的调明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尽恁的职务。恁要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所以这是要请会长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主日校长、学青团契会长、
少年团契会长、学贵学校营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上帝。阿免。会长请坐。这是咱来颁发证任命书吼，头一张是，可以有2张啦吼，来，一张是文人啦，先文人哈，咱注意校长哈，咱来拍扑啊，来，任命书其实是一个托付，所以咱有托付可以伫。学青团契会长以及学贵学校的营长，所以咱爱来。陈曦哈，少年团契会长，所以来。好，谢谢哈，多谢哈，那多谢，咱搁一遍拍扑啊，来。多谢因的服侍吼，多谢因刷落来服侍啦吼，多谢，谢谢。来，小会员爱叫到对吧？好，来，小会员来叫到这里哈，请小会员，很在小会员来叫到，那所以你们排队，来，来，拍一张照，小会员来。来，这位是这样上了哈。好了哈，好，咱这个一边拍扑啊，来，多谢伊啊，谢谢，请回座。报告，报告的大声，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圣经有安尼记载：看，我将互人跋倒的石，互人跋倒的大石放伫锡安，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罗马书9章33节，请咱来读2遍，请。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咧，我将互人跋倒的石，互人跋倒的大石放伫锡安。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罗马书9章33节，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咧，我将互人跋倒的石，互人跋倒的大石放伫锡安，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罗马书9章33节。咱现贵州部的第一面，有咱顶州出席甲下州侍奉。请咱家己来看。第2有小组的聚会，甲奉献的明细，请咱奉献明细若有订单的，请咱咱的办公室来更正。咱现开州部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9月份的2月中集，长老李正业接受林立芳约束。第2点，学者团契就任式第一场的礼拜，主任校长吴文仁、学青会长赖浩仪、少年团契会长张春熙、学贵校营长赖浩仪。第3点，今仔日下晡1点，伫701室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参会。中执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参会。小会公告。有选结果，小会推荐2026年中执候选人，名称省略：长老郭桂英、王立泰；执事黄志辉、蔡乃平、任真年、高国辉、莫桂英、萧素娥、郭宏斌、罗明珍。10月初5临时和会来选举，请咱的会友为着这个候选者来代祷。9个消息，
少年团契聚会时间变更对9月份起，对即个月开始，少年团契伫每一日的礼拜日中昼12点半伫702室聚会，邀请国小5年级到高一的学生的同学来参会，共同成长，彼此分享。第2点，马街来头设到140周年的音乐会，演出时间伫10月初1。10月初是拜3吼，10月初的7点半到9点半，伫咱的展演中心。咱的票呢是用售票来提票，咱请咱先登记，伫4楼后壁也是办公室去登记，先登记，较来提票。提票有2种方式，你会使伫办公室来领票也会使，咱的票后礼拜才会到吼。第二个方式就讲，我先登记，我来去展艺中心遐较退就好，嘛会使。但是你一定要先登记，咱要统计人数吼。其他的消息，咱合作社今仔日伫12点半伫702室，可能改伫703吼来召开理监事会。以上的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吼。头一项就是要请咱摕手机起来吼，手机请拿出来，拍摄吼，因为这要请咱来分享咱即摆咱拢应该，因为报告拢应该知影，咱的教会有汤140周年的这个纪念音乐会，马街来头设教的纪念音乐会，总是我需要大家将这个消息分享出去，所以。下面的教学就是要教大家安怎将咱的手机内底进入 Facebook 了后会当分享出去吼，所以请播放影片来。首先，请大家拿出手机，大家拿好了吗？那我们准备开始哦。点开脸书 FB 来点开，在搜寻的地方，请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稍等者，来，进入 FB， 然后点右上角一个所在有一个搜寻，这个圆框遐吼。嘿，搜寻了，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堂教会。安尼会使吼，不要紧，对袂对，不要紧吼，咱等去嘛会当操作啦吼。好来，过来。对。然后就把它点进去。好，点进去。我们往下滑会看到马街来桃社教140周年音乐会的贴文，请按下右下角的分享键，再按立即分享。好，到这吼，先到这。咱点入去咱的 FB。粉丝专业，然后刷落去，就刷落来到咱的上下骹这个页面内底，然后咱看到迄个分享，咱就试迄个分享就好啊吼。换一句话来讲，好物件爱甲别人分享对无？所以这咱也愿意。这个消息会当分享，互咱的所有的好朋友，就是咱的 Facebook 顶头的朋友拢知影，咱拢会当分享互伊知影。安尼会使吼？不要紧啦，唔知影吼，这个影片会放伫咱的教会教学影片，会放伫咱教会的迄个赖群组内底。所以咱也唔知影，不要紧，搁看一遍，就照这个来使用就好吼，放好了。这时候就完成啦，请大家多多分享、推广，邀请亲朋好友来听音乐会哦。好，多谢吼。还有第2个报告，就是咱今仔来看一个社青团契的祝堂教会140周年的影片吼，来刷来。你来桃园教会几年了？我来23年了。你来桃园教会几年了？我来10几年了，33年。
29，差不多11年了，1个多月了。 40几年了，27年了，是1988年来的。26年，10多年，约10年，大概8、9年， 24年89年20几年了，28年，15年，10年，很多年， ，6年，快8年，我小时候来了2年，长大来了9年多了，大概有30年了吧。2年啦。你最喜欢桃园教会哪一个地方？我喜欢团契生活。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呢？我最喜欢桃园教会的团契。我最喜欢桃园教会的团契跟现在的会长赖平。团契还有菜学校、社青团契，社青跟产乐。我最喜欢桃园教会的主日学、社青团契、学青团契。我最喜欢在社青团契，因为现在周围都是社青团契。我喜欢圣歌队。圣歌队还不错。那你的社青你不喜欢吗？社青喜欢。我喜欢桃园教会的圣歌队的唱歌跟那个爱餐，好吃。当然就是教会的爱餐喽，还有社青、敬拜团还有音乐的服饰，敬拜团跟吃，大家一起练团唱歌的时候最开心。我最喜欢桃园教会主日的正道。我喜欢桃园水冷气。玩呢。桃园教会是我的救命恩主，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很像回家的感觉。跟教会里认识的朋友之间有互动，人都友善。教会的环境嘛，非常漂亮，然后大家也都很亲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左右邻舍来教会泡茶，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桃园教会的好朋友们，好久不见。算来到桃园教会也有9个年头了。也许有人会问我，你到底喜欢桃园教会的什么？其实我喜欢的是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也祝福桃园教会140周年生日快乐。社青团契，祝桃园教会生日快乐！耶！好，今仔日咱会伫双联团契甲保罗小组内底来拍摄，所以后礼拜这若加出来，就会伫咱的报告的上尾放互大家看，互大家小可知影咱有社青团契哦，有双联团契哦，啊有逐款的团契伫咱的教会内底咧活动，愿上帝帮咱扶持引带。上营380首，上营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来吟宣首，吟诗线请牧师作对。天万邦万国万民，天高兄弟北家相信，我老三位的兄弟，中亚流传比高万岁。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听透，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记得，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请坐，祝歌。
电乐别倒。咱来平安的，咱互相请安说耶稣听你，愿你平安。